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9月6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3篇第1节到第4节，13节到18节。出埃及记第7章14节到25节。马太福音12章22节到3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鬼，或者是上帝。到底是鬼还是神？咱咧讲上帝，有诶时阵真歹辨别。不过通常牧师会提醒兄弟姊妹，就爱做细字家己所强调诶圣神感动，因为伤过容易受感动诶时阵，就常常会分袂清楚，迄是啥物物件诶感动，是鬼还是神？一个较简单的自我检查的方式，就是讲，如果有一项事，也是一个什么物件的感动吼，迄个原则，你若一变再变，念伊感动安尼，念伊感动安尼，啊，伫个性顶悬的是讲处理代志的原则无介确定，无介稳定。有一个基督徒真爱死格去追求灵魂的智慧，甚至有个人就讲就爱去某一个所在，对某一个讲员，迄个时阵才有圣神，才有上帝。这种无稳定的个性追求信仰的表现，就必须爱真特别来细字来反省，来防备。因为这个时阵就已经会当讲完全分袂清楚，到底迄个感动是鬼还是上帝遐来。伫出埃及的时阵，法老王掠做埃及的偶像，是伊坚强的瓦壳，是伊的生命，但是伊完全毋知是摩西所代表迄个上帝啊，才是唯一的真神。咱注意一项代志啊，就是讲，法老的这个偶像神明，伊嘛有部分的能力，亲像伊嘛通叫伊的叔叔用管仔变蛇。虽然因的蛇去互这个阿伦的管仔甲吞去啊，但是伊还阁是认为摩西上帝无安怎，所以一件事一件事的坚持，一届搁一届新的挑战上帝的这个权柄因为安尼法老王伊的心正义。上帝就一件一件来杀倒法老王伊的骄傲。亲像圣经所记载迄个第一个灾难圣经的记载讲，上主对摩西讲，埃及王的心固执，毋肯放我的子民离开。明仔日早起，埃及王会去尼罗河，你就举迄支捌变做蛇的管仔，伫河边等伊。你着对伊讲，上主希伯来人的上帝派我来你遮，着放我的子民离开，互因的旷野敬拜我。毋过到大你也毋听，上主安尼讲，我要用我的管仔拍伫尼罗河的河水，水就变做血，安尼你就知我是上主。河里的鱼会死，水会臭，埃及袂当阁啉尼罗河的水。上主对摩西讲，你着甲阿伦讲，举你的管仔至埃及的河甲溪，水池甲咸水的池，互所有的水拢变做血。埃及全地连水桶、水甕内底的水嘛拢变做血。
摩西甲阿伦照上主的命令去做。阿伦伫埃及王甲伊的人神的面头前，举竿仔拍尼罗河的水，河里的水就拢变诚侪火，河里的鱼拢死，河里生臭味。埃及人袂当去啉河里的水，埃及全地拢有火。埃及的术士用因的法术嘛安尼做，埃及王就心硬，毋听摩西甲阿伦。拄拄照上主所讲，埃及王倒转去王宫，无将这个事放伫心内。所有埃及人伫尼罗河河边乌过来找水啉，但是因为河的水呢袂啉尽。上主拍尼罗河了后，这个灾难继续7日。法老王咧挖去伊家己的生命偶像，想要来对抗上帝，摩西的上帝。所以，伊就必须爱一个一个面对上帝所带予伊以及埃及人的考验。10个灾难其实毋是条工要互这个埃及人掠定的灾难，是10个埃及鬼神甲上帝的战争，是信甲无信中间的人的这个。纠错啦吼，咱搁一个提醒下，这亲像法老王分袂清楚鬼还是神，咱讲上帝，也做讲只要有能力的拢是神，但是伊彻底毋对啊。所以咱亲像头前所讲的，咱来努力去分辨，到底是甚物感动，是鬼还是神，还是拢上帝，免得咱入伫迷惑啦吼。伫新约马太福音12章，咱来搁一解看见耶稣基督伊行神迹，伊医病赶鬼，或者失明的人、假教的人来得到医治。但是伊却互法利赛人质疑耶稣基督伊家己的权柄。圣经记载讲，迄时有一个人带互鬼附身失明，佮袂讲话的人来到伫耶稣遮，耶稣就甲伊医好。迄个人会袂讲话的人就会讲话，佮会讲去。群众就拢真正着惊，讲这个人剑士大必的囝。法利赛派人听着就讲，这个人是靠鬼王别西卜在赶鬼。讲上帝的囝是别西卜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别西卜的原文是贝尔泽布迄个意思是讲鬼，佮会当翻译做迄个鬼灵的头啦吼 ，the chief of the evil spirits 哈。耶稣甲军队遮讲，甲法利赛人讲，伫圣经记载，耶稣知影因的心思，就甲因讲，国家己纷争会荒废，城市也是家庭家己纷争徛袂牢。撒旦若赶撒旦，是家己纷争，伊的国哪徛会牢？我若靠别西卜来赶鬼，恁的主题是靠什么人赶鬼？安尼恁家己的主题会甲恁判罪。不过我若是靠上帝的神赶鬼，上帝的主权就要伫恁的中间实现啦。人安怎会当入勇士的厝抢伊的财物？兼毋着先甲伊绑起来。无为着我，就是反对我；无甲我做伙收集，就是伫拍线。所以我甲恁讲，人一切的罪诽谤，拢会得到赦免；毋过亵渎圣神，袂得到赦免。无论什么款的人讲话攻击人主，会得到赦免。
毋过，无论什么人讲话攻击圣神，你现在甲将来拢袂得到赦免。耶稣捌教导一个人袂当拜上帝，佮拜马门。因此，咱必须爱认真去分辨清楚上帝的权柄，甲撒旦魔鬼的能力是无共款的。咱袂通亲像法利赛人共款，故意将上帝的权能当作鬼魂的能力，嘛袂当分别清楚，就清清彩彩接受迄个灵的感动，会互家己的心灵着规模来离开上帝。诗篇83篇第1节到第4节，上帝啊，求你毋通点点。上帝啊，求你毋通无开喙无出声，因为你的对敌在扰乱，怨恨你的人在反叛，因用诡诈的计谋要害你的子民，因参详要害你保护的人。因讲，咱来消灭因，互因蒙讲，互以色列的名永远消失。13节。我的上帝啊，求你互我亲像光烈啊风加起来的风火线，亲像互风吹走的草仔油。火安怎烧树呢？火焰安怎烧山岭？求你嘛用安尼，用你的大风来对赶因，用你的暴雨，互因惊吓。上主啊，求你互因满面见笑。通来找求你，愿因永远见笑惊吓，愿因流开灭无，愿因知就你是上主，是掌权全地至权的上帝。恳求上帝赏赐阮你的号召，赐给阮，互阮有能力、智慧甲权柄，互阮清楚明白，无受到威胁。会通分辨上帝的权柄甲规律，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。